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誰？細個嘅時候，其實就係所有嘅大人都係會覺得紋身就係壞啊、黑社會啊咁樣。被遺忘的時我光。當初18歲生日嗰一日咧，我就去咗紋第一個紋身啦，我人生入邊。依家嘅紋身其實係逐漸話俾呢一個世界聽，即係我哋唔係代表係壞人，就係我哋係一個勇於表達自己嘅人咯。其實係嗰陣時，其實我都係幾有興趣成為一個紋身師，因為我覺得呢一個行業咧同我即係做藝術創作其實都幾相關咁樣啦，亦都覺得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去賺錢啊咁樣。然后纹在你的手臂上的话，会就是什么这样子？这样也可是，你可以看一下想要放上面或是下面都可以。我感觉上面好。可以，你是想要好内侧就是在这里，这个瓷创是可以吗？可以。这个是顾客同意书，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裡的設計，然後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再問我，然後填一下這裡的。從事紋身師都遇到好多困難，其實即係尤其是喺香港做藝術創作咧，係都幾辛苦嘅，即係所有嘢都貴啦，租又貴啦，各樣嘢其實係基本上好多人都係你要打一份工去養呢一份職業啦，所謂嘅。咁其實當中係有好多嘅困難要克服，即係首先你要點樣去揾呢一個資源去維持你呢一個行業啦。其次就係即係你當中仲要有好多你點樣去揾你自己嘅風格啦，揾你自己去獨特嘅地方啦。喺呢一個行業上面，即係你嘅優點喺邊度啦？即係呢啲所有都係我覺得係好多一步一步咁樣去挑戰，好似玩遊戲咁樣，一關咁樣過。有時會出去翻下其他兼職啊咁樣嘅時候，即係都會有啲人係會見到你有紋身嘅時候，咁然之後就即係可能會特登嚟話你好地地一個女仔做咩搞到自己成身紋身啊咁。我覺得做紋身師啊，或者身為一個有紋身嘅人，就係會有好多不請自來嘅騷擾啦，或者我覺得係一個唔尊重啦。其實你冇紋身嘅時候，你係唔需要承受。呢個紋身呢，就係我自己做咗紋身之後冇耐就我嘅師兄咁樣去幫我紋啦。而點解會係蛇呢？就係即係嗰個感覺上面俾人好似有啲恐怖啊、危險啊各樣嘢，但係其實同時間蛇都係一種我覺得好靈巧咁樣去生活生存咁樣嘅。其實未來可能都想政府會多返一個，即係可能話衞生啊，或者一啲牌照嘅監管。咁首先一樣嘢其實係可以令到去紋身嘅人係安心好多。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弦？記憶中